想象一下呢個畫面，跨年夜維港上空煙花齊放，啟德主場館入面10萬人一齊倒數，台上周深啱啱唱完最後一個高音，鏡頭一轉，香港文體旅局局長鄭重其事咁向佢道謝，話呢場演唱會為香港帶嚟實實在在嘅活力同人氣，一句多謝周深，將佢推上成個樂壇另一個高度。呢唔係粉絲濾鏡，而係官方背書。由內地到香港，由央視到聯合國，從全運會到冬奧會，呢個睇落瘦瘦靜靜嘅男生，已經悄悄用把聲唱到變成官方最放心嗰一位，又可以帶動城市經濟，又可以代表國家形象，仲可以令觀眾心甘情願買飛，一場接一場入場去聽。先由香港呢一站講起，早喺2025年4月，香港特區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就已經公開喊話自己成日問同事幾時可以請到周深嚟香港開演唱會。周深，我哋等緊你啊！去到年尾，周深真係帶住跨年演唱會嚟到，仲揀咗最有意思嘅跨年夜。啟德主場館2場加埋10萬名觀眾入場，場內倒數嗰一刻，再透過雲端直播，同來自127個國家約560萬網友一齊跨年。呢組數據直接刷新咗華語歌手在線上跨年方面嘅紀錄，亦都令演唱會經濟喺香港再一次俾人睇見。對香港嚟講，佢唔只係借個場開一場 show 咁簡單。跨年本身已經係香港一年之中人流最旺嘅時間節點，旅客中意睇煙花，中意逛海港城，而家再加埋一位頭部歌手嘅個人演唱會，就等於將跨年倒數做到成城聯動嘅大事件。酒店更加難訂，餐廳要排隊，周邊商圈生意額一路跟住上，呢種人帶人，人帶貨，人帶熱度嘅效應，正正就係呢幾年好多城市文旅局都搶住要布局嘅風口。亦都因為咁，當呢場演唱會順利收官，香港文體旅局同旅發局用一句鄭重其事嘅多謝，去回應周深同粉絲帶嚟呢股熱度。呢份官宣式嘅認可，遠遠唔只係一次普通通告咁簡單。更聰明嘅係，香港冇淨係將佢當成唱完就走嘅嘉賓，而係當佢係一位真正嘅城市推薦官。借住今次周深嚟港開 show 嘅機會，香港旅遊發展局邀請佢參與一場名叫《心聲漫遊》嘅光影香港之旅。佢登上維港上面經典嘅紅帆船，喺維港迷人嘅天際線同海風輕拂之下，即興用粵語講出《花樣年華》嗰句經典台詞：如果有多一張船飛，你會唔會同我一齊走？又帶佢走入藝穗會、都爹利街、文武廟、中環街市呢啲熟悉但好容易俾人忽略嘅港產片取景地，一邊打卡，一邊重溫食神等經典港片入面嘅對白，用自己嘅聲音去喚醒觀眾記憶入面嗰個黃金年代嘅香港。你好快會發現，呢係一場好典型嘅雙向奔赴。一邊係周深本人對香港文化真心嘅鍾愛，佢細個就睇港產片，聽粵語歌。今次嚟到拍攝現場，唔係冷冰冰對住鏡頭讀稿，而係真係會俾鐘樓、天星小輪、街市嗰種好生活嘅氣息打動。另一邊係香港官方對佢聲音影響力嘅篤信，佢哋相信呢把聲可以將維港嘅海風、街巷嘅燈光、美食嘅煙火氣，變成一種帶住溫度嘅邀請，令更多人因為一位歌手而重新走入一座城市。其實香港今次呢個押寶，並唔係拍心口亂嚟嘅選擇。喺此之前，周深已經喺各種頂級場合唱到自己變成官方最放心嗰把聲。2021年央視春晚，佢同張也合作演唱《燈火裡的中國》。嗰一年，呢首歌唔單止喺春晚度刷屏，仲被揀入春晚40首代表性金曲之中，變成好多人記憶入面一諗起中國就會響起嘅旋律。2024年，佢又企喺紐約聯合國總部大堂，為第15屆聯合國中文日獻唱和平頌。歌裏面嗰句願風中不再飄來硝煙和眼淚，喺聯合國會場唱起嗰陣，現場唔少觀眾眼眶都紅晒。唱完呢首歌，佢再同聯合國合唱團一齊唱等着我，用中文歌聲講述團圓同思念。呢樣嘢已經遠遠唔止係識唱歌咁簡單，可以企上呢啲舞台，代表嘅係一種同時俾主流價值同國際機構認可嘅氣質。把聲乾淨，形象穩重，情緒真誠但唔失分寸，既可以將家國情懷唱到大氣磅，又可以將個體命運唱到細膩動人。2025年，
佢再一次被揀中，演唱第15屆全國運動會開幕式主題曲《天海一深》，同單依純一齊將一滴水呢個意象唱入每一位觀眾心入面，既係運動員拼搏嘅汗水，亦都係普通人感動時流出嘅眼淚。用一首歌勾連起同心同源呢個主旨。再向前追溯，去到北京冬奧會，嗰首主題宣傳曲《夢想指路》亦都係佢唱嘅。閉幕式上熟悉旋律一響起，好多人第一反應就係諗起周深嘅聲音。喺音樂以外，佢嘅作品其實亦都喺悄悄影響更多人。動畫電影《夏日有晴天》嘅中文主題曲，俾佢用聲音帶住大家去咗一趟意大利小鎮。遊戲《雲裳雨衣》、球球大作戰嘅主題曲入面，佢將古風同電子元素融埋一齊唱，令虛擬世界多咗一層情感溫度。2024年嘅新歌《三餐四季》就由最日常嘅柴米油鹽唱起，唱到嗰啲俾時間帶走，但又唔捨得放手嘅親情同夢想，被人評論為將尋常日子唱得特別珍貴。而喺所有呢啲任務歌、主題曲之外，最令圈內歌手壓力山大嘅係佢嘅現場。2025年9月灣區星明月大灣區電影音樂晚會，主持人喺台下圓桌訪問時，突然要求佢用歌嚟答問題。換咗第二個人，好大機會會婉拒，或者隨便哼兩句交差，但佢幾乎冇乜猶豫，就拎起咪，先唱咗一段小美滿，話呢個就係佢當時嘅心情。之後再唱灣同七子之歌，用幾首歌將自己對大灣區、對澳門嘅感情串聯起嚟。冇伴奏，冇混音，甚至隻咪都只係訪問用嘅咪，但音準、氣息、情緒全程在線。坐喺佢後面嘅嘉賓，塊面幾乎都寫住驚喜同服氣。呢只不過係佢隨時可以清唱嘅一個縮影。好多粉絲都知道，佢早年喺宿舍、喺廁所練聲，一練就係幾個鐘。之後先有今日呢種舞台出乜事都唔怕嘅穩定度，所以當某一場晚會大合唱時，其他人個咪出問題，節奏混亂，佢一接過咪，把聲一出，成首歌即刻穩得翻個調，亦都令原本差啲翻車嘅舞台變成觀眾口中嘅名場面。喺呢種現場表現力背後，係佢呢幾年不斷升級嘅作品體系。2024年，佢推出第2張專輯《反心代詞》。首周銷量就破100萬，仲衝入 IFPI 全球實體加數碼專輯銷量榜前列，成為當年唯一上榜嘅華語歌手之一，證明華語樂壇喺全球市場上絕對唔係缺席者。同一時間，佢開啟咗9.29赫茲世界巡迴演唱會，由內地體育場一路唱到倫敦、紐約、墨爾本、悉尼，30幾場 show 場場爆滿，亦都令更多海外華人第一次可以喺屋企附近聽到佢一整場完整嘅個人演唱會。有人話而家嘅華語樂壇已經沒落咗，其實更準確嘅講法係規則變咗。喺卡式帶、CD 嘅年代，唱片公司同電視台握住話語權，一首歌聽唔聽得見幾乎完全由少數人決定，所以嗰一代歌手特別神壇化。而去到今日自媒體時代，好歌多咗，好歌手亦多咗，但注意力被拆散，已經好難再好似以前咁一首歌紅10年。喺呢個新秩序之下，周深揀嘅路係先將自己做到極致，再去擁抱變化。佢唔心急幫自己搶個新一代歌王嘅名號，亦都唔執着一定要做某個流派嘅掌門人，反而更似係一個將自己打磨到最好嘅合夥人。需要電影主題曲嘅時候，佢可以用一首東遊將古風意境唱出大片 feel；需要城市形象曲嘅時候，佢可以用燈火裏的中國和平仲唱出宏大敘事入面嘅溫柔細節；需要運動、遊戲、動漫呢啲偏年輕語境嘅時候，佢又寫出咗夢想指路、無所畏懼，請帶着浪漫遠航呢啲好聽又唔老土嘅旋律，令主流價值同年輕審美喺同一首歌入面揾到共識。就係因為咁，香港文體旅局嗰句多謝周深先會顯得特別有份量。佢背後其實係央視、聯合國、全運會、冬奧會各大城市文旅局一齊俾出嚟嘅共同答案。喺需要有人開口代表我哋嘅時候，周深就係嗰個人。而對粉絲嚟講，佢仲有另一層意義。當你心情唔好、迷惘、焦慮嗰陣，只要戴起耳機，佢幾乎總可以用一首歌慢慢將你由情緒低谷度拉返上嚟。周深一路行嚟嘅故事，其實都喺度提醒住呢一代樂壇，流量會過去，獎盃會積塵，
但唱功、作品同誠意會一點一滴變成一個歌手真正嘅底氣。當嗰啲最重要嘅舞台、最挑剔嘅觀眾、最嚴格嘅官方機構，最終都願意將支米交到你手上，嗰一刻，先真正代表一個歌手真係企穩咗。講到呢度，都想將問題交返俾你。喺你心目中，而家嘅華語樂壇，如果淨係可以留低一位現場一開口就令你安心嘅歌手，周深算唔算其中之一？歡迎你喺留言區講下，你最中意佢邊一首歌、邊一場現場，又可以分享下你心目中嘅華語樂壇現場天花板又係邊個？如果你都想睇到更多咁樣腳踏實地、用實力講嘢嘅故事，記得俾個 like、訂閱一下，我哋下次再傾。